大家好，大家好，又係男人咧，同大家討論新聞熱話嘅時間啦。錄音嘅時間係9月28日嘅晚上。嗱，今次想同大家講一講嘅新聞呢，就係呢個美國嘅新任駐港總領事阿姚朱麗呢上任嘅一件事。本來一個美國駐港總領事上任就冇乜好傾㗎，咁大家都知啦。自從呢個2014之後，其實呢個美國駐港總領事經常都會喺香港搞風搞雨，有時呢就係明明嘅黑手，有時呢就係暗地嘅黑手，呢個就係唯一嘅分別啫。今年呢個姚朱麗呢係何許人也呢？姚朱麗就唔簡單啦，佢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外交官，絕對唔係普通外交官。即係佢喺第二啲地方搞嗰啲咩顏色革命嗰啲就唔好提啦。淨係講修例風波，2019年嗰陣，呢個姚朱麗當時咧就喺呢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咧係擔任呢個係政治部嘅主任，所謂嘅。而佢當時咧就係負責咧同呢個黃之鋒羅冠聰啲咁嘅人咧喺嗰個俾人發現咗喺個金鐘酒店嗰度會面。咁呢個會面之後冇幾耐咧，咁跟住咧嗰個修例風波咧就可以話一發不可收拾啦。咁咧，所以呢件事咧，亦都被視為咧係美國干涉香港事務嘅證據之一，證據之一。所以當時嘅央視咧都有點名咧，呢個姚朱麗咧係顛覆專家，係顛覆專家。而除咗係咁咧，佢仲同過阿陳方安生、李柱銘嗰啲人會面噶啦，係啊，所以佢可以話係呢個搞事分子。咁再之後，佢就翻去自己國家啦，做其他職務啦。咁直至咧係早1個月咧，佢咧就係咧履新咗呢個美國駐港總領事嘅職位。換言之咧，佢係長住喺香港噶啦。咁佢本來咧咁即係我哋都明白啦。咁你美國10個人有9個嘅背景都係咁噶啦，搞風搞雨，咁都唔緊要啦。咁即係如果佢嚟到之後謹言慎行，做翻個外交官應該做嘅咧，我哋都算數啦。咁但係唔係，佢一嚟到履新，你知唔知佢見邊個啊？居然咧就係見陳方安生，即係亂港4人幫之一嘅陳方安生啊！見劉慧卿，即係嗰個泛民啲咁嘅老電池、舊電池。咁當然佢要見陳方安生，要見劉慧卿都冇辦法啦，因為仲有其他人咧已經坐緊監啦，一係咧就已經跑到去外國啦，係咪先？咁但係喂，咁多人你唔見，你係要見呢啲嘅。咁即係你立心不良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引發咗咧一個熱議輿論噶，尤其喺政治圈中。而我哋嘅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咧，亦都係咧接受呢個姚朱麗嘅拜會時咧，亦都明確希望咧去做翻外交官應該做嘅嘢。做翻外交官應該做嘅嘢，唔好干涉香港事務、中國內政。呢個係一個好明確嘅一個紅線同埋警告。所以呢件事絕對咧唔係簡單嘅，因為我哋自從國安法之後，自從呢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後，其實香港一路你見到啦，慢慢咁咧係回復穩定之餘咧，係咧。喺好多嘅國際排名咧，都慢慢咁上升翻上去。呢個得來不易嘅良好局面咧，我哋更加唔適宜咧，係俾呢一啲咁嘅外國黑手咧，係影響到我哋嘅叫做來之不易嘅一個良好局面。咁所以就話姚朱麗如果佢仲係執迷不悟，係即係我哋而家呢排咧，你見到好多鋪天蓋地嘅輿論經已去譴責緊佢啦。咁但係如果佢再係執迷不悟咁點呢？咁我哋就應該咧係團結一心，成個香港團結一心，就要求美國換人。即係如果佢仲係唔肯停止向呢啲違法暴力分子發出錯誤信號嘅話，咁我哋係咪應該有我哋嘅表態有我哋嘅表態係啦。所以即係話呢個就等於我哋當年2019年修例風波嗰陣，我哋要求佢同各種亂港分子劃清界限，立即停止向違法暴力分子發出錯誤信號，立即停止插手，
唔要再喺錯誤嘅道路上越走越遠。呢一個表態同我哋6年前嘅表態可以話係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得來不易嘅和平局面、穩定局面，我哋唔希望就咁俾呢一啲人去刮一啲老鼠屎，即係尋訪安身之流，去影響到我哋。咁所以呢件事咧，我哋絕對唔能夠咧係話即係不了了之㗎，即係唔能夠就咁好似鬧完就算數，唔可以咁嘅。所以點解我今次嘅節目要再重新同大家提一次？因為我擔心大家有時而家未必咁留意嗰啲政治新聞啦。因為好老實講，大家都希望知道北上邊度有好嘢食，邊度有好嘢玩。咁但係我哋要保持翻我哋嘅穩定局面咧，呢一啲嘅老鼠屎咧，一粒都唔可以放過。呢一個咧就係南亞今集節目嘅觀點。如果你要同意，請你讚好、留言、分享俾更多嘅朋友知道。下一集再同大家討論其他時事熱話。拜拜。